2026年2月23日，跟從耶穌男子。申命記26章1至11節。試想像下一位以色列嘅農夫，手裏面拎住籃子，裝住嘅係初熟嘅無花果、石榴，仲有金黃色嘅大麥，嗰啲係佢一年以嚟辛勞嘅成果。而家我哋轉向去觀看自己，喺呢個預苦期嘅開始，我哋嘅籃子裏面又裝住咗乜嘢？係一份剛完成艱難嘅計劃、主修嘅證書，定係維持家計嘅薪水，甚或係疲憊嘅身軀？我哋緊緊咁捉住呢個籃子，因為呢啲係我哋喺充滿競爭嘅世界中唯一能夠證明自我價值嘅嘢。我哋對自己講：呢啲係我辛苦賺嚟㗎，呢啲係我嘅。當嗰位以色列嘅農夫嚟到祭壇前，祭司喺佢手中接過籃子。呢刻，上帝邀請佢講出一句震撼靈魂嘅台詞：我祖原是一個將亡的亞蘭人，耶和華把我們領進這地方。申命記26章5至10節。呢段說話挑戰住呢位農夫對辛勞成果嘅想像。佢而家企喺流奶與蜜之地，擁有土地與房屋。上帝要佢回溯呢一切嘅起點，回想上帝嘅行動與恩典。呢種回想並唔係要否定佢嘅努力同埋辛勞，而係要將佢喺生活中嘅掙扎、不確定與憂慮中釋放。農夫宣讀呢段說話，揭示咗預苦期最令人安慰嘅真理。我哋嘅上主係一位喺歷史中行動嘅上主，佢唔係高高在上、冷漠旁觀嘅概念，佢係可以被觸動、經歷嗰一位。我們就呼求耶和華，我們列祖的神。耶和華聽見我們的聲音，看見我們所受的困苦。申命記26章7節。呼求、聽見、看見，呢啲唔僅僅係聲波嘅接受，更加係意味住準備行動。佢看見咗子民嘅困苦，佢定意要介入。呢啲嘅說話再一次呼喚起農夫嘅記憶。喺過去嘅一年中，佢無數次嘅嘆息，喺困難中嘅呼求，上主一直聽見又看見，並喺意想唔到嘅情況下賜予恩典與能力。今日手上嘅籃子，一方面既係自己嘅努力，另一方面亦見證住上主嘅同在與恩典。農夫對於生活嘅想像再一次被喚醒，可以再去尋找昔日上主喺生活中嘅足跡。今日我哋手中嘅籃子，又係咪有呈現俾上主，讓佢嘅話再次激活我哋對佢嘅發現，擴闊我哋對生活嘅想像？或者我哋淨係喺面對某種隱僻嘅捆綁、工作嘅重壓、關係嘅破裂，又或者係心靈深處無人知曉嘅枯乾。我哋以為只有自己獨過喺度掙扎，以為上主掩面唔去睇我哋最真實嘅軟弱。但係喺呢段說話再一次喚醒咗我哋，上主係介入生命行事嘅主，佢今日依然睇到我哋嘅無奈，聽見我哋嘅嘆息，佢知道我哋嘅重擔，佢嘅救贖正在進行中，成為我哋每日嘅盼望。喺呢個預苦期，
就等我哋去細察自己生活嘅男子，發現上主一直喺我哋嘅生活中嘅同在與供應，讓我哋放低對未來嘅恐懼，信任嗰位聽見與看見，並且一直行動嘅主，經歷佢嘅慈愛與更新。反思默想：一、當我哋檢視手中嘅籃子，包括資源、時間、能力同埋成果等，從中有冇發現上主嘅恩典？定係只睇到自己掙扎嘅血汗？二、請計劃安排5至10分鐘，反思由信主至到而家，上主喺自己生命中改變更新嘅工作，並獻上感恩同埋讚美。